咱会当搁再三角来到上帝殿中。最近我看一寡册吼，其中有一本册讲哦，2030年的时阵吼，全世界差不多会有一半以上的人，一半以上的人进入孤独时代。特别是开发中还是已经开发的国家，啥物话叫做孤独的世代啊？吼，就是讲孤独的世代。孤独的世代吼，就是你除了上班了，伫任务内底看你的电影还是电视剧以外，咱含人吼无啥交叉。即款的人吼，特别是伫已经开发的国家、愈文明的国家内底吼，人和人的连接的关系会愈来愈少。所以2030年的时阵，有可能会变做一个叫做孤独的时代、孤单的时代。即款毋是干那亲戚朋友呢，含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嘛有可能会安尼。就是你看咱即摆嘛是安尼啊，后生查某囝住伫别个县市，住伫外国吼，愈有才情的囝吼，住愈远所以变做愈来的时阵安怎，人和人的关系愈来愈少。总是咱感谢上帝，就是礼拜日的时阵咱会当三甲做伙组织，嘛特别感谢亲爱兄弟姊妹，伫昨的时丹田会美姊妹的即个个别礼拜，大家人3甲半时间做伙去参加。昨的时阵到无闲到超4点外转来的时阵，了后就接到阿五姐过身的消息，心肝嘛是真艰苦。总是呢，无论安怎样上帝赏赐互咱有彼此相听的圣经讲咱要做肢体你做手骨，我做骹；你做目睭，我做目脉。即款无共款，但是咱是共一个身体。咱伫上帝厅堂内底三甲做伙所以咱是有厝内面，我们是有家人的所以每一届倒转来做礼拜的时阵，我就真感谢主咱有一群主内的兄弟姊妹咱属灵的肢体。三甲做伙伫上帝的厅堂内底彼此相听，互相扶持。虽然是一个孤独的世代，但是咱是有天父上帝的，咱是有兄弟姊妹，咱是伫上帝国内底合做一群的。所以咱为着这个来感谢，也为着今仔日咱会当三甲做伙做礼拜即马真侪所在愈来愈热啦吼了后。落雨过去无落雨的所在即马咧做大水过去咧落雨的所在即马咧抗旱。但是咱感谢主，咱今年即个梅雨季的时阵佫有上帝佫有互咱一寡水所以咱也为着遮来感谢。咱今仔有真侪所在天气足热叫做新疆有一个所在吐鲁番盆地是吧？还是啥物沙漠昨个时阵因遐有一支条一支条咧测量因迄个所在温度地表的温度到底偌济？了讲84度，迄温度84度尔的，84度是要安怎活是讲迄个所在是无人咧住着啦总是你得了解讲即这世界内底总是咱今日还佫会当有冷气通咧吹。这拢是恩典所以咱定定自信伫上帝互咱的恩典，感谢上帝对咱的疼痛用咱的活命来见证上帝的同在，见证咱是属上帝的儿女。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也为今仔日的崇拜，愿上帝圣灵来引带咱。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疼痛，你的祝福伫阮当中。主啊，阮是互你所拣选。特别，互你所疼痛的，阮伫主的面前，真侪何等的人，要花你伫阮当中施行救恩，你的疼，你的怜悯伫阮当中，祝你亲自祝福伫你的正百姓，你的儿女，是你家己借着耶稣基督当家所买赎倒转来的子民。要花我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疼，你亲自保守。亲自看顾阮到伫如今，主，阮仰望你的疼，阮伫你的面前讲，主，阮将家己的活命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我何等的渴望
伫你圣灵中的喜乐，伫主你的内面，阮会同齐做工，阮会当三甲同齐齐心。主啊，这个过程有真侪的这无容易的所在。但是阮既然是一个肢体，阮既然是属基督的，阮是共一个身体。阮虽然无共款的肢体，但是阮是共一个身躯。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疼痛。主耶稣基督，恳求你亲自照你的话所讲，做阮的头，做阮活命的能力甲泉源。阮伫这所在，感谢主，因为伫你有永远的疼痛，你赐平安伫你的百姓。主啊，互阮彼此相听，互阮互相照顾，互阮会晓得怎样来回应伫上帝你的面前，叫主你家己丰盛的能力成就伫阮当中。愿感谢主，将一切颂赞而乐、荣光归于你，也恳求继续引带阮，互阮伫这个礼拜的时刻，主啊，阮真是倒转来甲天父、甲阮的兄弟姊妹三甲做伙分享，同享受上帝国的平安。愿感谢主，将一切颂赞而乐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报案娘来报告，谢谢。各位兄弟平安，平安。我来首先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这个今仔日7月初5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执事会甲修宪的会议，请各位执事及修宪小组的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第二，今仔日主日伫5楼要来举行升级亲子礼拜，愿上帝带领囡仔适应新的班级。也邀请兄姐继续为着这个世代的儿童甲家庭守望代祷。第三，全国基督网络联捌以色列系列，定伫7月26礼拜日下午5点半伫安乐圣教会，要来观看到多人将近的会议率。更邀着兄弟姊妹一起来参加，会当甲具体的听。以色列为着以色列来祈祷。第四，本会要甲东门圣教会将于伫10月18礼拜日一齐要来举办着众业大热门联合运动会，当日两间教会也会一齐联合主日礼拜。请兄姐有着时间详细内容及报名日期，但日后再来公告。今日补充报告。这是要请敬拜儿乐团。亲爱兄弟平安，平安。伫欧洲差不多20%的人有装冷气，因为因的冬天真短，因感觉装冷气是一个真奢侈的代志。所以有消息人，你也知影最近的报道是消息足侪人，就是因着热度，然后死亡的人很多。伫台湾，你知影咱的装冷气的 percent 偌济吗？97%，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有冷气的。所以为着这个稳定来感谢，为着咱还阁徛起这个真美好的佛摩萨的导师来感谢，天父上帝稳定真正大。哈利路亚！请咱起立来感谢咱的上帝，用着诗歌吟唱，将咱的感恩献伫主的面前。
谢感恩，咱甲上帝讲一声来。哈利路亚，主要感谢你，主要所有的谢你，互我换命开心，对你的信靠的心，日日增长。主要感谢你，互我换命，互我生命会当来吟唱诗歌。主要感谢你，有我好脚好手，会当来到这里拍鼓，会当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你。哦，主要感谢你，哦，一切我未尽的文书，哦，主要感谢你，因为当中最主的上帝。我要来称颂你，你是我生命中当中啊，你是我的君王，你是我的主，哦，主感谢你，哈利路亚。一定啊，一错，后来阮的拢无煞，归来的心肝，别人福气有这么多。做主，阮的心尊你最大，阮的心常常要来吟唱俄勒感谢歌，对我的嘴中都要来发出感谢，哈利路亚。人心来，咱着人心俄勒只管主上帝，你是掌管你我生命万民的主宰，咱着我。掌管有流的，我的主，咱来问候，全体拢要归你拜。我的主，咱来问候，伊的款式是我无比。咱着当心，无路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就出。咱着吟诗定声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兄弟姊妹，将咱的心灵交托伫上帝遐里，边边开时间伫这里敬拜。为什么无要较热情呢？阿门。因为你的心拍开，你要对的物件就愈好。上帝对你的启示，稳定的愈多。阿门。哎，来大声来吟，大声来吟，热情来唱。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民的主宰。咱着学完好转来调伊主的面，伊是掌管有流的。我的主，咱来管后，咱来管后，全体拢要归你拜伊。阿门。我的主，咱来管后，你的款式是我无比。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就出感谢。咱着吟诗定声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讲，伊是咱的主上帝，大声宣告讲，伊是咱的主上帝。
上帝，你用切面帮掌万，知道向神欢呼的难民是有福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欢呼敬拜，阮的心归乐，要来受你的引带。当阮幸福的时，阮就是咧讲主，你是主，我是你的仆人。总是你拣选我，用你的大权能保护洗净我，互我会当成做你的囝。就算是囝，我会当成做有一个承接迄个福分的人。既然是你的囝，我会当来行使祭司的权柄。我会祝福，成做人的祝福。主耶稣求你引带，主耶华求你引带。留住
荣耀的主上帝，你的疼痛，你的恩典，对阮一世人。阮的活命伫你的内面得到保护甲看顾。阮用感恩甲敬虔入到主你的圣殿。有你帮助阮，阮就无惊吓。天顶的玛纳会赏赐阮，地上的甘露为阮来生发。主，阮感谢你的疼痛，你的正手扶持阮行伫公义内底，你的倒手也悠远引带阮，互阮无抵到失角贼。你是主，是上帝，伫这世代引带阮，光照阮的道路，互阮行伫你公义正直的道路，无弯错。会通伫上帝你的怜悯甲照顾引带内面，祝阮行你的权能，你的阳光，互阮伫这个地面上，因为属伫你，甲世间人无共款，就是互阮会当弃绝遐主你所无欢喜的，活出上帝你所欢喜的，叫阮的日子伫世间人面前有见证，伫耶和华上帝你的面前得你的欢喜。感谢主，赏赐阮一切恩典、疼痛、健康、平安，互阮今仔日也有这个恩典来到伫主你的殿中。主，阮会特别要仰望你。阮当中有一寡兄弟姊妹身体欠安，或者是厝内面的人身体欠安，拜上帝，亲爱的拜上帝。听受怜悯，愿的主上帝，愿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困求，用你的保护洗净阮，因着你所流活命的血，互阮对死里搁活，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全然的医治。主啊，特别保守看顾遐照顾的厝内面的人。主因对着厝内面的人的照顾，尽心极力，甚至有的时阵，家己比受照顾的人更加辛苦。总是主你亲目看见，你用你的圣手扶持，用你的慈爱怜悯阮，采取行动来扶持阮。主你若肯。我俩一定会对着你得到医治。主啊，赏赐阮教会的权柄，对你所来的权柄，照你所讲，阮奉你的名来求什么？主，你若欢喜，阮若照你的旨意求，安尼所求的就一定会得到。主啊，加添阮信心，加添阮对圣灵来的信心，对你话语来的信心，成就你的救恩，伫你的正义女的身上，伫正义女的家庭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拍破将阳光归予咱的主上帝。同齐咱上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用白色颜色，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现在请坐。接着，咱来启用上帝话，启用文27篇。我启兄做用好的三角。普天的地方耶和华欢呼，恁着乐意侍奉耶和华，就来用伊歌唱。
恁着晓得耶和华是上帝，咱是做也是属伊的，咱是伊的民，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称颂进入伊的门，着学了进入伊的园，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息直到万代。阿门。我就请了牧师正道。咱请来献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要三甲做来上读几段的经文。请咱同齐同心来上读，请。上帝讲，咱要照咱的形象，借着咱的样式做人，互伊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甲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家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伊的形象做男做女。上帝就赐福互因，又搁对因讲：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也爱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甲地上同样行动的活物。耶和华讲：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面，纵使伊的日子还阁会当到120年。你若真久围困，攻打所要处的一座城，就毋通举斧头砍斩害树木，因为你会当食迄个树顶的果子，袂当砍伐残干的树木减是人，互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影，毋是结果子的树木，会当毁害砍伐，用以收夺营垒，攻击迄个甲你相前的城，直到攻塌了。必然年99岁的时阵，耶和华向伊显现，对伊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着伫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甲你立约。互你的后裔极其犯罪，咱搁再一解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恩典甲阮同在。伫即时，阮用主你的话语的分享来敬拜你，主独独你受敬拜，所以恳求你驾驶高抹传讲人的喙齿，互阮听的。甲传讲的人，拢受主的教示引带，并遵行主你的话语。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你亲自赐恩引带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段圣经内底这几段圣经内底，甲咱提醒到，伫上帝的厅内底，咱是受创造的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万物，拢有伊绝对美好的恩典。那么呢，咱伫这当中和上帝的关系，要怎样建立迄个正确，并且佫是亲密的关系，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因为关系若对，就亲像。你知影古早的时阵吼，咱咧插迄手机手机伊古早的时阵一边悬一边低嘛。你风用若插了毋对去的时阵吼，伊就是插袂入去。总是即摆的时阵吼，有个人吼，迄充电的手机迄40瓦的、60瓦的、120瓦的，
硬甲迄古早的手机摕来插一个钟迄手机安怎烧下去，因为挡袂牢。所以啥物款电线配啥物款的机械足重要。你像讲迄大台电锅，你用幼条、细条的电线，原来会过电，但是迄电线真容易就烧下去。所以迄个关系若正确，安尼画面就会带出一个新的祝福来。所以对着咱来讲的时阵，咱也爱真斟酌。圣经内底来讲到创造的主甲咱人的关系，伫即当中是咧确立上帝绝对神圣的主权，甲咱人尊贵的地位。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伊用6天创造宇宙、天地海角其中的万物。到伫落尾，伊创造了咱人，了伊赏赐互咱人来代表上帝管理，请斟酌是管理治理，毋是随意来迫害。那么伫即当中所甲咱讲的一个项代志，就是上帝是咱所有一切的源头甲掌权者。人虽然是有土份所造，但是却互上帝赋予特别属灵亲密的关系。这款属灵亲密的关系，带有管理的使命，用安尼来甲上帝建立爱、亲密，并且是愈来愈水的美好的关系。所以，咱毋是有一位威严的老爸，咱同款有一位慈爱、通亲近的老爸。所以，对着华人的社会来讲，老爸通常无亲像妈妈遐尔通亲近。总是圣经内底讲，耶和华上帝毋单单是咱的老爸，其实圣经有真侪所在来描写耶和华上帝亲像妈妈同款。伊讲，妇人人敢会当袂记节伊食年的婴仔，敢会当袂记节伊出世的囡仔？所以这是用母亲的形象来表达了。真侪时阵，咱也伫个别礼拜的时阵听到一句话：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家、对雅各家讲：你自出世，我就甲你抱咧。就是到伫年老的时阵，我犹原甲你揽伫胸前。其实这拢是用着母亲的形象来表达上帝是咱的母亲。所以，咱会当甲上帝讲，咱会当甲上帝分享，咱嘛会当甲上帝信赖。这是上帝所赏赐咱一个疼的关系，美好的关系。那么伫这当中呢，第一个讲到。上帝有绝对的主权，甲咱人对上帝绝对瓦赖的本质。上帝是创造主，拥有绝对的智慧、能力甲主权。那么咱人是受造的物，这当中伊有一定的关系。你用到一个手表那么这个手表呢，伊伫迄个所在会甲你讲时间。那伊是你所做的，你的手表甲我的手表无共款，但是我的这个手表若是徛伫公义来讲，我会当甲这个手表送互你。但是若你来抢我的手表安尼我就有权利来保护我的财产。这个物件，因为伊是我的，咱人的活命是对上帝所来，咱毋是雄雄怎逼出来的，毋是。那么伫上帝所赏赐咱的活命内底，咱有即款的能力。咱有即款的权柄，咱是属上帝的，所以伫这当中，作为受创造的人甲万物，特别咱人虽然有上帝的形象甲样式，但是咱犹原无法度脱离上帝以外来活。咱想要靠别人物件，你讲我靠空气、日头、水咧活，我毋是靠上帝，但是日头、空气、水，伊对倒位来？敢毋是对上帝所创造？你讲无属于是你讲的，无你讲伊对倒来？你讲伊自然的，安尼？你若讲伊自然，安尼这就到落尾牵涉到你所信的是啥物货？你讲伊自然的，我讲我无相信伊是自然的。你讲科学证明，我讲上帝讲的。所以到落尾手的时阵，咱就会进入伫一款终极落尾，你所信的是啥物货？所以你来看讲，咱人有一日离开这个世间。
同款身躯嘛伫遐啊，但是伊是安怎心脏袂跳？伊讲我知，伊就袂跳，老啊就袂跳，是安怎老啊袂跳？你讲老啊就本来就袂跳，啊无人咧活到100几60岁的人嘛，还搁咧跳，所以你着了解讲，即个代志到落尾就是牵涉到你相信的是啥物货，但我相信的是上帝。伫即当中讲到这样代志，咱无法度独立伫上帝以外，乃是承认上帝，伊是创造我的主，我是受创造的身份。我的一个代志就是顺服伫上帝，照着造物主上帝的引传。我用一个表啊，我伫遐家做这个表啊，结果呢，伊拢行袂准，我安怎？我一定是我感觉表会准袂准是啥？是我的感觉啊。所以伊袂准的时阵，我着爱安怎？甲伊修理互伊好嘛，变做伊会准嘛。所以伊敢有法度家己修理？伊无法度家己修理啊。所以我伫即当中爱甲伊修理，但是伊准甲无准是啥？是我咧定到的啊，毋是伊咧定到的啊。所以咱的活命内底，甲上帝三甲同行，是上帝咧定到，啥物是准甲无准，啥物是对甲毋对。所以对着咱来讲的时阵，咱的确就是啥？上帝是灵，所以照着上帝的形象，毋是指着咱的身躯。咱斟酌注意，万物其他的物件，甲咱共款，因毋是有灵魂。真侪人拢讲万物拢相像，万物拢有灵，毋是。万物有魂，但是只有人有灵。所以物件，你看迄动物有的时阵安怎走来人的厝内底，共拍门，你后救这个厝内面有人去救伊的囝，还是救因老母，这是有的，确实是有的。但是这是魂，这毋是灵。灵是啥？灵是咱和上帝相连迄部分。所有的物件，这个狗甲猩猩，伊嘛会学咱安尼举手。但是你看到伊咧拄到问题困难的时阵，你看伊敢会晓跪落来祈祷？袂，伊敢会晓安怎走来人的厝内底拍门？伊嘛无一定会甲你跪落来呢。所以你知影迄部分是啥？牵涉到敬拜的部分，是出伫灵，只有上帝甲灵放伫咱的内底，所以咱会有即款的反应。所以这当中呢，咱人有即款的活命能力，咱会和上帝相通，但是撒旦嘛会引诱咱，所以咱迄一部分，若是伫甲上帝相通的时阵，撒旦的极力伫上帝面前控告咱，要甲咱杀开上帝的救恩。总是咱伫上帝的面前持守，的确就爱伫主的面前讲：主，我要相信你赢过我的感觉，因为感觉会毋对，但是上帝属灵的话语是一定坚固存在的。咱对上帝所领受即款的形象，形象内底有理性甲感性。那么在这当中的思考、的推理、的学习、的反应等等，了后咱人有灵性甲道德，道德会牵涉到我家己的感觉，但是灵性是牵涉到上帝所讲的法则。所以咱人若是敢若活伫道德内底，到落尾，每一个人拢是家己的神，因为伊有伊家己感觉的道德。但是什么人咧制定伊的对甲毋对，独属是出自上帝来制定对甲毋对。了后，咱有上帝形象甲样式，是讲到咱人有自由意志，咱会当选择这，还是背逆去。但是终其落尾，人到伫落尾，你所做的一切，终其落尾，伊会变做另外一款形式，倒转来走伫咱的身躯。外邦的人讲这叫做报应，上帝讲这叫做审判。所以呢，伫这当中，咱爱真斟酌。咱讲一句话出去，对着人的懊恼甲感谢，咱会当伫其中，日后咱嘛会得到人，无一定对着共迄个人，但是咱出去的言语会成做一款的模范。咱若是对着咱的
太太对着咱的先生定定讲无好的话，咱的后生查某囝嘛对着咱所讲的话内底，后界学晓怎样含因翁含因某大声相骂，袂晓沟通。所以这就是每一项代志你做出去的，伊到落尾当会当循环倒转来着咱的身上。搁再来，人的形式甲样相，是伊有创作的能力，毋是创造。创造是对啥？对无变做有。创造这个字，干那伫上帝的身上用着尔。那咱或者创作，所以咱会通通过真侪语言来写文章，咱会通家写出来。但是这些所有一切，拢伫上帝以前已经赏赐互咱的这部的灵性。了后，咱嘛会当用着这个树啊，用着这些茶来做成椅啊。咱即马坐伫即款椅啊，一排大排坐4个，细排坐3个，安尼可能较舒适。但是这毋是创造，这是制造，就是甲一个物件变做别款形象，但是迄个物件原来抑佫伫遐，这或者物理变化。所以咱用茶，嘛会当家做门，嘛会当家定做窗这个窗轻，嘛会当家做风管。这就是制造改变。但是咱嘛会当用化学，用着氯含钠，氯含钠放做伙，安尼就会生出盐来。所以这就是改变伊的化学的元素的组织，安尼伫当中就会改变伊原来的样式。这款的叫做创作的能力，伊会改变形象，伊会改变伊的组合，但是伊的物件对倒来，嘛是伫上帝遐所来啊。所以咱无法度无中生有啦，无法度互无变有，但是咱会当有即款重新家组织的能力。上帝佮赏赐互咱的即款的形象甲样式，就是讲咱有关系的能力。咱即规礼拜拢一直咧讲关系，咱有讲到爸囝的关系，咱有讲到即个牧羊人甲羊的关系。咱有讲到国王和伊百姓的关系，这拢是关系。咱即款的关系，咱会记耶和华上帝、爸囝圣灵，因是三位，但是又阁是啥合一的一个的。所以伫即款合一的能力，因有彼此相听。咱人受造出来嘛是彼此相听，所以咱有煮饭咖啡，等下的时阵，咱会去啉咖啡，会彼此分享，互相照顾。咱会建立家庭，咱会建立社群，咱会甲上帝沟通，咱会通过祈祷、读圣经，咱和上帝有亲密连结的关系。这是关系的能力。这款的关系能力，毋是指着咱人和人尔，特别是指着咱和上帝这款关系的能力。其他的动物受造，但是因对上帝领受活命的恩典。但是因无能力甲上帝求什么货，因为无有这部分。但是咱人有，咱人有。了第6部分就是上帝佮赏赐咱一个权柄，会当管理这个世界。伫你这个土地，咱毋是世界的主人，是上帝所设立的管家。伫地面上代表上帝来治理万物，所以治理万物毋是照着咱家己的想法。是照上帝对着咱的吩咐甲疼惜，总是人伫活命当中呢，有即款无好的代志。圣经伫迄个所在讲，到伫落尾手的时阵，因为人背逆上帝，到伫尾手，甚至人要起一座塔，互神明对天顶降落来，来甲人三甲同在做伙住，嘛互人会当去到神明迄个所在。因到伫落尾高举人的能力，愈来愈富足，了同齐做伙有一个心思意念，就是我要甲上帝平等。上帝你爱落来，上帝我嘛会当去。但是圣经真清楚甲咱讲一个代志，咱敢怎样属乎血气？啥物叫做属乎血气？属乎血气的意思就是将上帝无佮当在是独一的上帝，无佮将伊当做啥？天顶地下唯一的主宰。
并且甲人高举甲上帝平等。上帝啊，你有能力，我嘛有能力，啊无咱悄悄互伊做平大。亲爱兄弟姊妹，咱有能力无毋对，但咱的能力对上帝来，咱会有判断无毋对，但咱的判断失误。咱检测有亲像上帝遐尼大的能力，亲像上帝遐大的能力，但咱无亲像上帝遐大的公义、智慧甲慈爱。所以是出伫即一点，咱无法度甲上帝超乎平大，因为咱是受造的物。上帝若甲咱收倒转去，咱就无，所以咱无法度独立伫上帝以外家己活。互咱会当明白这个代志。圣经讲，上帝是照着伊的形象造男造女，伫伊受造的日子，上帝称因啥做人。所以咱若斟酌注意，男女是同款的尊严，代表同齐，代表全人类。上帝恩典无重男轻女。过去30年来，中国伫当中做这个叫做一胎化的政策。那么这款一胎化的政策啊，到伫现今，这囡仔拢总大汉。但是因为过去的时阵一胎化的政策，大家人拢想讲阮兜袂当无后生，所以呢拢生后生。大家这个查某囡仔红婴仔出世的时阵，有的时阵就去甲伊流产，有的时阵生出来就故意甲伊饲互伊无活，安尼会当去生一个，一定要生甲查甫的。所以到伫今仔日，中国产生一个真大的问题，查某囡仔足亏的，了全部拢查甫的。所以即摆听讲伫庄脚啦还是伫都市内底要娶这娶某的时阵聘金无偌济，88万8千安尼尔。88万8千是偌济呢？400几万，对。所以这是城市内底标准的价上。若庄脚上少爱8万8，了庄脚倒生食都无够，佫想要拍官。所以咱的这就是因为一个啥，男女会偏向某一个性别，但是上帝无安尼做。上帝讲是安怎样？是照着家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伫因受造的日子，上帝赐福因造男造女啥，称因做人。所以查甫是人，查某嘛是人，是平等的所以伊毋是人嘛毋是半个人伊拢同款是迄个人所以尊严是来自上帝，毋是能力，嘛毋是地位，也是你的性别。差别，咱虽然构造无啥相像，但是伫上帝面前，咱拢是一个完全的人。佮再来的时阵咱是受管家的责任。这个管家的责任，创造主毋是互咱成做无路用，还是敢若会振动的机器人。昨的时阵我读一篇迄个黄仁勋的管理哲学。伊讲囡仔若甲你讲啥物代志你拢甲伊讲好，了才甲伊讲是安怎你要安尼做。伊讲是安怎会安尼呢？因为我若无甲伊讲好，那么伊会想真侪原因，然后伫迄个所在证明。证明到落尾手的时阵比如。但是伫这当中证明到落尾手的时阵，因为伊都还袂做嘛，所以无法度证明互你看。若安尼的时阵伊就永远袂有新的想法，嘛无新的创造的能力。所以伫管理辉达这间公司的时阵，员工若甲伊讲啥，讲当的无咱来做者啥物会，
伊拢甲伊讲好，大声拢甲伊讲好，了后才甲伊讲啥？无你甲我讲，你是安怎要安怎做？我甲你讲好，你会当安尼做。总是你甲我讲，你是安怎要安尼做？伊讲哦，这足重要。你一定爱互安怎试看卖啊咧。伊讲伫即款过程内底啊，成功的几率达到87%，成功的几率达到87%，13%是无成功的。但是赚87块了13块，安尼会好无？伊讲也会好啊，绝对会好啊。所以咱的人生嘛是安尼。上帝通常无甲咱限制咱做啥，咱会当去试验、去试看卖。总是咧试看卖的，毋是背逆上帝，是上帝。我安尼来做看卖啊，敢会当？上帝通常拢会甲咱讲好，你只要莫犯罪的代志，上帝拢甲你讲好。哦，所以咱会当去试看卖。总是咱若试毋对，也是伫迄个过程内底。有啥物款的歪错损失，咱就倒来甲上帝讲实咧，求上帝赦免，诚心来改变咱，重新过来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是一个有能力的管家，有权柄的管家。所以，伫即个世界内底，上帝交代咱有遮尔济啊资源，遮尔济的资源，毋是要互咱算断的。遮尔济资源是为着要来祝福其他的人。上帝将着所有的资源交代予咱，那么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讲：，你若是拥有一项的资源，你就爱疼惜迄个资源，毋是随在你凊彩乌白该用。圣经讲：，你若是久久围困攻打所要攻取的一座城，你就袂当举斧头将着迄个树木甲伊扯掉。因为你知影迄丛树啊会结果子，所以你袂当甲伊撤掉。伊是会结果子的树木。总是伊讲到田里遐树木，伊检视人，叫你来糟蹋伊吗？叫你来算断伊吗？这段的经文内底吼，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内底吼讲树木。毋是你的受得，伊无亲像人甲你共款，甲你相战，所以你袂当将伊当作敌军来甲伊毁害。这段的翻译搁较水，所以我感觉讲，伫这当中啊，圣经对着咱提醒，参间的树木，所有这物件，你袂当甲伊糟蹋，袂当甲伊算断。爱好好甲伊照顾。昨个时阵，我去即个殡仪馆了伫遐呢，我就看到迄一寡人迄大台车拖拉库开咧了后，迄电锯举咧迄甲迄殡仪馆迄大丛树啊迄树尾差不多拢锯甲安尼光啦我就安尼挡袂牢，我就甲牧师娘讲我倒来查看卖，结果到当嘛还袂查。砍伐树木、修剪树木的时阵，敢是热天上好的季节？应该毋是吧？应该是冬天嘛，对无？系啊，我会记得就是冬天啊。惊，嘿啦，但是迄树啊都无遐悬，伊甲规个顶啦，厝尾顶拢甲扯了。你讲姜太，我甲你讲，迄收的时阵啥？咱迄个啥物所在？迄个五惠街五惠街迄个台南大学的头前迄健康路133项，遐无有两三丛山啊，无安尼绕悬。你爱看迄绕悬，咱若行风台的时阵，其实是爱安怎？爱甲伊顶悬，因为迄基较软嘛，所以爱测顶悬，毋是测下骹。结果的时阵伊甲下骹拢测了，顶悬佫家留伫遐。我是想讲伊也毋知是安怎。人迄丛山啊足好食呢，我甲你讲，迄丛山真正足好食。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下骹拢待人伫遐。真正，我无甲你骗，迄乱葬岗啊，系啊，迄乱葬。你甲伊看，迄山啊绕悬的时阵，迄结出来的时阵，抑佫遮大粒呢。
哦，比我拳头搁较大粒，真正我无甲你骗。你真正你去甲伊看，啊，但是即摆互错去啊。好啦，我即摆要讲的就是一项代志，好啦，行红台嘛好啦吼。我即摆要讲的一项代志，就是讲吼，树木咱无应该乌白甲伊算断啊。哦，所以你手中有资源，毋好乌白甲凊彩。上帝互你趁足侪钱，毋好干那想着家己过奢华的日子，爱顾念着咱身边有欠缺的百姓。这就是资源的运用。了后，咱今仔日哦，真侪人用 AI， 用 AI 用了的时阵哦，省足侪时间。结果的时阵哦，省足侪时间来录手机啊，了录甲呢吼，两个目睭哦，咧缩见关，才毋甘毋愿来困安尼。安尼你省遐时间是要哪？时间嘛是资源，你敢知影？时间是足大足重要的资源。哦，我昨吼看到吼少伟传道和孟纯传道吼因和咱遮的主日学的老师啊小恩啊瑞恩瑞泽因蔡文姐啊个这个啥物人素纯啊春风哥啦个迄个二小姐这啥物毋是，迄是三小姐，春心才是二小姐对。个毋知啥人点无名点袂对啊。个迄个啥城西甲迄个啥物人，义军啊，对啦，个反正就是一帮人就对啊吼，全部拢伫5楼的所在。因为今仔日主日学要升级礼拜啦。我一般来讲我用到只要11点的时阵我就会准备要休困啊，要下班啊。结果我要到11点的时阵看到奇怪，5楼一个灯火通明啊所以了后即阵才知影讲因伫布置甲我就甲因讲我有淡薄仔遗憾啦，我上早读主日学啦，我若较晚读主日学嘛咧安尼足水的咧对啊，等下是毋知有开放参观啊无啦？去问团队因一下，对啦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我讲的意思就是讲，珍惜时间，珍惜你的资源，所有一切的资源，照上帝的心意来路用，伊就永远的价值，伊就会祝福众人。这就是甲上帝亲密的关系的显明。咱若讲咱和上帝的关系，咱毋是独立伫上帝以外来生活，咱伫上帝的旨意内底来生活。所以呢，树木也是资源，会当供应咱的食物。土地一代一代咧生产，后一代犹原需要生活。所以咱无应该将土地用到拢总害去。即马真侪土啦乌白道啦阁有迄款迄个锅炉迄炉渣嘛四界乌白道倒甲阁迄废水乌白排，排甲咱古早的时阵咱的溪无咱是讲即马原来有啊，运河即马原来有鱼啊啦整治了袂歹，但是鱼啊嘛是毋敢食啦真正的时阵有人去勾起来食啦，结果油爱味足重的啦阁迄啥迄德溪市的水即马嘛迄条在德溪啦迄条溪即马嘛愈来愈水啊，整治了愈水啊。迄一天我为遐过的时阵看到咧布坡啦，毋知是鱼仔咧布坡，还是下底沼气咧布坡，毋知啦总是都有看咧布坡啦当时加足水我讲的，但是过去的时阵，其实遮溪遮河安怎，拢总有物件通好掠。但是即马安怎？即马就是掠有嘛，毋敢食你敢若所以原本上帝予咱的一切拢是足水，咱着爱好好疼惜保持。树木毋是敌人资源嘛毋是予咱来浪费的，这拢爱珍重。所以上帝甲咱三甲做伙，咱伫这一切的事上，爱有一款的真大的代志。上帝到落尾手含咱三甲立约。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亚伯拉罕99岁的时阵，耶和华显现对伊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爱伫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我就甲你立约。这款是一个真正的关系。一方面，咱遵守上帝的话语，
来处理、来管理上帝所交代咱的万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咱搁较爱斟酌注意的是，咱和上帝的关系。最近啊真歹势啦吼，阮做牧师的吼，有一寡人咧出错出了真严重，这点对大家较歹势。总是呢，另外牧师阁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吼。即马有诶牧师拢用 AI 咧讲道，这点我家己爱真斟酌爱避免。另外一款情景就是当人用 AI 来讲道的时阵 ，AI 有法度，人工智慧有法度为人整理出来真济资料，但是伊讲的物件，无一定真正会养饲着人的心。这一点咱爱真斟酌。最近有一篇报告，即摆人拄着问题的时阵拄到伊人生要做决定的时阵基督徒我即摆讲的是基督徒。即摆基督徒青年人有55%左右，伊拄到人生的问题要决定啥物代志的时阵比如讲像阮古早的时阵阮若要读册的时阵阮有两种嘛，一款方式就是看你考偌济分嘛，即做联考嘛，所以阮就是去排学校安尼啊，是学校咧竞阮，毋是阮咧竞学校。但是即马是你去考，因为少子化，所以你有可能安怎？你有可能上时3间拢总去哩，拢总考着。但是你考着的时阵这个时阵你就想，这3间你要读倒一间？那么过去阮的时代内底，是阮倒来祈祷，恳求上帝。指明阮应该读倒一间学校，即马毋是，即马就是手机甲伊摕来，了后我就甲伊试落。我即马分数遮尔济，我要读倒一间。因拄着代志的时阵大先问的是啥？是问手机啊。到尾手机变做上帝，你知无？所以咱无去问上帝，讲上帝你对我一生的恩赐是啥？我昨个看一个一个囡仔打电话甲伊妈妈讲：妈，我甲你讲好，有一个好消息。伊妈妈甲伊讲啥？伊就甲伊讲啥物好消息啊？伊就讲好，我申请美国迄间学校已经掉啊啦，阁有奖学金啦伊妈讲这是啥物好消息？我准是你要去台积电上班咧。你听我的意思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发现迄个人生的过程甲目标？咱即马改成就是啥？互钱项甲咱绑条绑死。咱无搁再重新去思考咱和上帝的关系。阿伯拉罕到99岁，上帝对75岁呼召伊，要通过真济代志，甲伊教导训练。经过24年，上帝甲阿伯拉罕讲。我甲你立约，进前的时阵，其实搁较早，上帝就已经甲亚伯拉罕立约。伊甲亚伯拉罕甲伊讲，我会对着所杀的牛当中经过，这就是我甲你立约的记号。上帝伫迄个时阵甲伊立约，但是来到伫这个时阵甲伊讲，亚伯拉罕，你爱伫我的面前做完全人。什么是做完全人？咱有的时阵伫人的面前会做完全人，但是伫上帝的面前无一定会做完全人。当上帝若无看到的时阵，安怎？我就无做完全人啊。但是上帝讲啥？伫人的面前你爱做完全人，但是伫我的面前你搁较安怎？爱做完全人。当人无看到你的时阵，你犹原爱做完全人。这款呢，叫做探面。探面是啥物意思？忠伫上帝。毋是我帮上帝安怎样做到位，乃是我甲上帝三角同行。那酒醉五大师，阿伯拉罕的奴仆伫当中，伊甲上帝祈祷讲：我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阿伯拉罕差遣伊去
为着以撒来娶太太、娶亲，圣经讲伊是一个完全人。了大笔做歹代志，但是圣经讲伊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完全人的意思是啥？完全人的意思是我无一定有法度做到遐，但是是上帝你会当做会到。所以我佮讲，咱人无法度独立伫上帝以外，咱家己有法度活落去。咱需要救恩，咱需要恩赐，咱需要有上帝的能力甲咱同在。所以完全人的意思是伊专心归应上帝，伊伫上帝的面前来活，伊专一心志来信靠上帝，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主。你的问题上帝知影，你的困难上帝知影。求上帝保守帮助咱。当上帝用伊的话语甲咱讲的时阵，每一句上帝所讲的话语，其实拢是咧甲咱立约。上帝讲我安尼讲，你敢听安尼做？这就是一款立约的关系。所以每一届的时阵哦，咱甲咱的囡仔讲，啊，你过来。当伊有过来的时阵，其实这就是安怎咧实践你的约。所以通过这款画面联合内底，表明咱人无一定是一个拢袂犯错的完美的人，但是咱是受呼召，是上帝我做唔对呀。上帝我确实得罪人得罪你，总是主我愿意忠心来顺探，我佮带一届倒转来到伫你的面前。所以上帝看所做一切拢总是好，肯定万美的价值，咱是按照上帝创造的目标来迈进，毋是我要做啥物货。基督徒的人生上介水的一项代志，是伊有上帝的恩赐。所以通过上帝的恩赐，咱的人生无行弯错的路。通过上帝的恩赐，咱会通按照上帝所创造的目标来行进。所以，昨的时阵咧做这个别礼拜的时阵，我在想，上帝伫等待回避姊妹的身上，伊成就什么款的代志？伊诚做人的孙啊，伊诚做人的查某囝，伊诚做人的太太，伊诚做人的母亲，诚做人的阿嬷。伊虽然点点安静。但是上帝所托付伊一个女人的身份，伊差不多拢总有完成。当我接到陈金光姊妹离世的时阵，我和伊的囝吴红联络了，我去圣代。伫个所在，我咧为红五姐祈祷的时阵，我咧想。红五姐是啥物时阵开始无来做礼拜？伊毋是无爱来，伊是无法度来。了，我伫个所在想，红五姐伊的一生做过啥物货？伊做过主日学的老师，了，伊做过青年团契的辅导，伊做过执事，伊做过咱教会的会计，伊做会计的年日是咱教会会计的人当中做了上介久长的，并且伊做即个会计的部分甲咱李五姐同款。这李五姐是更较厉害这是国税局的请人讲你去安乐圣教会问一下，他们那个记账会计陈立儿咱做甲是国税局的来甲咱看。了红五姐是做甲迄个啥，咱总会讲你去安乐圣教会看卖人个陈金娥伊安怎绩效。所以一个陈金娥，一个陈丽娥安尼拢介厉害，所以拢真用心啦我要甲各位报告的一个代志，就是讲，我伫个所在想红五姐伊的一生，
因留了真侪美好的模范，因真心来服侍。虽然世界渐渐袂记得因，但是上帝也阁会记得因。毋是讲因一生拢无失觉察。有一届我讲道了的时，有一届我讲道吼，讲到亚西伯。了讲了的时阵吼，红五姐吼走来甲我讲，伊讲吼，牧师你今仔日吼讲即篇道吼，足提醒我。伊以前吼对亚西伯耶洗别知道吗？对亚西伯吼，伊拢对伊负面的看法。但是亚西伯若对着因的国家来讲吼，伊是一个宣教师，伊是一个政治者，伊是一个真有头壳的人。所以红五姐讲吼，原来你斟酌听吼，对着歹人的心肠，咱嘛会当学着因的敬虔。这句话有水无？真水。对着歹人的心肠，咱嘛会当学着因的敬虔、因的聪明、因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一日咱拢会过去。但是，咱是毋是把咱的活命奉献给上帝？伊是创造的主，咱是伊受造的人。上帝的话就是咱人生的说明书。所以，照上帝话所讲的去行，你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圆满、阳光。伫正人面前受肯定，伫上帝面前受悦纳的人生。三甲码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你伫阮当中引带阮，施阮保守，看顾甲阮同在。阮是你所创造，主，阮应该安怎样活？是你讲，才有准算。所以求你帮助阮，恳求圣灵亲自来帮助阮，把阮带倒转来，伫上帝你的规矩内底，伫你的原则内底，安尼通互阮伫所行的每一个脚步，拢是确定佮稳固，有信心，并且充满上帝你圣洁的荣耀，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了，亲爱兄弟姊妹，咱这个时阵吼，想要三甲做伙来看，咱看周报第一面内面的第一页，哦，周报内面的第一页，哦，咱今仔日要设立，哦，蜜蜂小组。哦，蜜蜂小组，了后你来看吼，这个周报上落尾封底底面，哦，彩色版的另外迄一面，大概看无。后来你看社青小组的社青小组迄大部分的1、2、3、4、5，第5，吼，遐有一个。哦，蜜蜂小组哦，这个小组哦，其实甲各位报告一下哦，这个小组是差不多伫2、3年前的时阵哦，就已经开始运作啊。但是哦，迄个时阵吼是春风兄吼，伫迄个所在阮有和伊讨论。了的时阵哦，我就甲伊讲哦，咱有一寡遮同工吼，特别是兄弟需要有人来引带。春风兄原来伫即个高雄吼圣光神学院受过一寡即个相关的课程，我就甲伊拜托，伊原来真客气啦，讲牧师无咱先来运作看卖啊咧，若做会起来吼，咱就继续来甲伊做，甲伊成就安尼。经过这2、3年的时间吼，咱感谢主即个小组愈来愈稳定，有伊有即个妙慈，毋是妙慈啦，秀慈因夫妇。佫有即个世宏兄，王世宏，佫一组是啥物人？
佮预防因，所以现处事内底大概有这8个人所以呢，因有成立一个小组。咱感谢主这2、3年来，因安尼一直愈来愈确定并且伫教会事工内底3甲做伙同心来做。所以呢，咱今仔日呢要特别为着春龙兄，咱请春龙兄来到头前，咱要甲伊设立互伊诚侪正式设立伊做咱教会蜜蜂小组、蜜蜂小组的这个小组长。咱请咱教会的这个牧职同工来到头前，咱为着咱的小组长来祈祷，也为着现任的小组长现任的小组长跟执事来到前面，好吗？现任的执事甲小组长，个咱这牧职同工，咱来到头前，来为着春风兄来祈祷，咱来请兄弟姊妹同齐来为着春风兄来祈祷。每一届的这个设立，无论是执事小组长牧养，拢是一个真重大的责任。上帝拣选咱，照着伊的心意来牧养羊群，所以咱3甲做伙来为着春风兄来祈祷。咱同齐来，咱请同齐来按手为春风兄来祈祷。春风兄，你来这边，来这边。OK， 谢谢。好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3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上帝，你伫即时亲自赐恩伫阮的身上，阮倚靠你伫一切所行的道路。主啊，你来保守，你来看顾，你伫当中亲自赏赐将着逐样的恩典加添伫你的细囝身上。主啊，予伊伫你的面前领受恩典。凡事照着主你家己的恩典甲疼痛，伫其中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主啊，阮伫这所在仰望你的疼痛，互因伫主你的恩典内底继续行伫上帝你家己丰盛的恩典，互伊顺探上帝你的话语甲牧职同工执事会小组长同工，阮会当3甲同心伫主你的殿中来侍奉。你是主，你是恩典，主啊，互这个小组会当超找到丰盛的活命，也伫主你的面前领受这一份的疼痛。主啊，唯愿你伫阮一切所行的事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叫你的日子伫阮的身上大大来显明，互主你家己心意，通过这个小组，当伫主你的恩典内底。继续向前行，互这个小组会当诚侪正人的祝福，诚侪教会的祝福，互阮伫主的面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互小组诚侪上帝你欢喜见证的小组，将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全能的主上帝，阮今日徛立伫你的面前。为着你所拣选，谢春风兄伫主你面前祈祷。主，阮感谢你2、3年前的时，你予这个小组开始有运作，到伫如今稳定来聚会，正式来成立伫其中。自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你拢要继续引带束缚这个小组，做这个小组亲像因号的这个名——蜜蜂小组。找到丰盛的活命，主啊，就是照着你家己所应允的，你来了是要互人得到活命，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活命，也祝福伫春风兄的身上，互伊亲像伊的名字同款，时常存着感谢的心，领受上帝所赏赐春雨秋雨的福气，互伊的活命带出丰盛的祝福。伫这个小组，带着小组甲众兄弟姊妹，同齐为着所信的福音，为着上帝的国度，齐心努力，会当甲牧职团队、甲执事会、甲众小组长、众小组同工，3甲做伙，愿同心甲主同行，成就上帝你所托付
阮伫这个世代的使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拍鼓将阳光归给上帝。甲各位介绍，咱谢春风蜜蜂小组谢春风小组长，拍鼓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来，陈伟哲，谢谢，感谢主，谢谢，感谢，谢谢主。好，谢谢。咱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通伫上帝的厅内底，凡事照着主的心意来行，并且建立小组，诚做一个更较大的困难，为着教会，为着上帝的国度，为着伊所束缚咱伫这个时代的使命，同心来成就上帝伫这个世代爱咱去做的，互上帝的名会当伫安乐圣教会受见证，基督受高举，圣灵将着得救的人也加添伫咱教会当中。毋知有新来兄弟无？是无？咱这时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所生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所生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相，咱着乐，咱着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相甲欢喜。拍鼓将阳光归予上帝。全能的上帝，的确纪念你手中所奉献的一切，佮纪念你伫活命当中为伊所行所做，为伊来活的见证。伊要照着伊丰盛的信息、慈爱、能力甲恩典，加添你仁义的果子，伫一切事上徛头无徛尾，并且照着你手中的纯正，祝福报答伫你甲你的全家。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天父上帝，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甲你同在，愿圣神亲自徛起伫你心中，互你定定遵行主的话，叫你的年日诚做耶和华的欢喜甲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请坐。那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